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太平洋海岛国家东加前几天啊，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地势地动甲海中，咱俗语讲滚交零。这个东加王国离开咱台湾8000公里远，约伫咱太平洋半中的所在，随望遥远，规个环太平洋甲四围的国家拢受到影响哦。嘛，搁咱台湾外海也有海底火山。东加最近这件代志，互咱什么款的启示？咱会当学到什么款的经验？今仔日咱做伙来探讨。小介今日现场来宾邀请台湾大学地质学系陈文山教授。大家好。邀请正式杂志副总编辑潘昌志先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两位来宾，观众朋友，咱看到今仔日画头都是东加海底火山爆发，这个爆发是30天来全球威力上大的爆发，火山火焰冲上天，而且佫地势地动，规模是7.4，佫有海中，这个冲击波台湾嘛感受会到，互咱来想到讲台湾的附近嘛是有火山的地质环境哦，咱的龟山岛边啊都是海底火山，未来。敢会发生小常的代志？今仔日咱拢要来探讨。大先来看东加海底火山爆发的报道，做阵来看。东加海底火山喷发引起海中一波一波推向环太平洋各国，十南美度美国西岸、斐济、纽澳拢出现数十公分高的海中坡，其中太平洋岛国瓦纳岛观测到1.4公尺的海中，不过日本高地关甲德岛关、纽西兰北岛的横甲里浪费渔船游艇被大型拍扁过，引起浪下去案例。And they pop their heads out of their boat to see a red catamaran going over the top of my boat. No warning from civil defence, nothing, no sirens.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表示，上受影响的东加首都北部有船只甲大石头冲上岸，目前对外通讯有关困难，实际受灾情形也无清楚。国王已经撤离到关的所在，去动用军队救灾。纽澳能够提供侦测机、勘灾甲啉水者相关救援协助。Really don't have much information at all around what has the impact of the volcano on those low-lying areas and islands. And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for Tonga and certainly the support that we're looking to provide is around that reconnaissance flight. 几月初画面看到10号下晡东加的皇家汤加、皇家哈派海底火山连续第二天喷发300公里的香菇云真大，伫100公里以外，美国阿拉斯加拢会听到强烈音波声。澳洲太空总署卫星观测显示，喷发了后，火山岛消失一大地，显示迄时阵威力是真强。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哦，真正是威力真强的喷发。咱来请教陈教授，咱是安怎知影一个海底火山有伫运动呢？一般火山要爆发以前有几个现象你有加一个地动。伊地动会可能参平常无啥共的较济，这是一种伊火山附近一定有一寡温泉，所以温泉伊会较活跃啦像讲咱大屯山嘛有一寡温泉啊，一寡迄硫气孔啊，伊会变较济，会变较少，水会较济安尼。另外一个咱陆地上时常会用种方法去看，就是讲伊火山爆发以前，伊地下岩浆岩浆伊会冲起来嘛，慢慢冲起来，所以咱的地表会抬升就是啦，所以这拢是会让咱知影讲一个火山伊要爆发以前的一个现象，所以咱即摆科学家一般伫陆上依照这种一寡现象去了解伊的火山伊的情形，但是海底火山咱就无法度啊。所以海底火山嘛，就是靠地动啦，看伊的地动的频率有较悬无，还是安怎样，所以也是讲伊可能在要大爆发以前，伊可能有一寡较细的爆发，是，像即道的这个大爆发以前，伊有一寡较细的爆发，安尼，这就了解，了解一般来讲，附近若大人，咱就叫伊疏开啊，莫安尼较袂一寡，较安全，较安全安尼嘿。
是，是虾米款的云端地书这个涂骹下骹的这个岩浆会喷出来？OK， 这咱地球吼，咱即马虽然会看到一寡活动的现象哦，就是火山和地动嘛，吼，这是咱虽然会感受到，尤其咱台湾吼。但是咱倒转讲啦吼，月球吼，到火山，到地动，吼，也是讲火星，咱即马有登陆去啊。这两个星球吼，就是讲火星啦，也是讲咱月球吼。无啥活的火山，嘛无啥地动就是啊。是。上重要是讲这两个所在吼，火星和月球吼，伊大概在30亿年前吼，伊就死去啊。哦。伊就死去啊。所以伊的这两个月球吼、月球吼，伊本身就无啥运动，但是咱倒转啊讲咱地球。咱地球逐工嘛有地动，逐工嘛有一寡火山你活动你喷发对不对？是。因为咱的地球是活的，啊，啥叫活的？活就是讲，咱的地球的内面下骹吼，这岩浆吼一直在活动，一直咧活动，所以咱有足侪地动啊，足后一寡火山你爆发这种现象就是啊。好，那这个地球是活的，那这岩浆要有对出来，一般是伫咱地球的表面哦，差不多有10公里、40公里的这地壳地壳吼，伊两个板块吼，伊小接的所在啦。这个所在上弱就是上破碎啦。吼，啊，咱台湾就是这种所在，所以咱台湾就是讲，咱的东边就是菲律宾吼的板块，啊，咱的西边就是欧亚板块嘛。这个板块一直在挤压嘛。啊，所以伊这接触的所在吼，伊就足侪地动啦，也是一个火山。尤其火山就是讲，两个板块咧挤迄阵吼，较重的板块伊会沉落下骹去。是。啊，这个伊这沉落了后吼，伊沉啊差不多120公里的所在，100几公里的所在，伊就开始扬去啊。哦，咱看这张图就知影。咱台湾的东边吼，咱台湾东边就是一个菲律宾板块，伊即马走落下骹去。这个板块啊，伊啊深度走去170-180公里到100几公里吼，伊就扬去啊。迄温度较伊温度较到1000几度以上去啊，所以变成岩浆去啊。啊，这岩浆会较轻嘛，岩浆会走起来。哦。伊会走起来，啊走起来伊会到咱伊地壳顶端，伊就搁有火山爆发啦。是。所以这种现象是全世界咱常看到火山爆发的现象啦。所以咱会讲，咱太平洋的周边吼，拢是板块咧淹没形成的这个火山一只，所以咱像你讲太平洋哈，太平洋火圈啦、火环就是，迄个种火山就是。即道的东加吼，东加王国伊嘛是伫即个所在，伊是靠上南边遮，咱台湾嘛是属于即部分就是环太平洋的火环就是啊，就是火山，火山也是拢火。这火山是足长久以来就有啊，差不多1、2亿年前吼，到即嘛一直拢火山咧爆发就是。是。啊，所以这种所在就时常有这地动，啊，时常有这活火山的喷发啊。咱上明显的吼就是日本，咱北边的日本，南边的菲律宾。所以咱即道人看这新闻讲，伊讲即道的东加这火山爆发是30年来吼上大的爆发。是。那30年前迄阵迄个爆发，迄个比这较大。哦。迄个就是菲律宾。是。迄叫潘纳图坡火山，迄个比即马即道搁愈厉害。是。啊，迄个火山的爆发，影响足大。哦。啊，死差不多将近要1000人。安尼，你话伫咱南边咱国家，咱的隔壁国啊，咱拢唔知影吼，拢无感觉吼。啊，迄个火山的爆发，因为伊足侪这火山灰吼，走入去这个平流层去吼，所以咱差不多过顶年吼，1992年吼，全世界地球温度吼降0.5度就是啦。哦，因为遮看日头的光，日头伊冚起来吼，啊，所以咱会较冷安尼啦。哦。所以这种火山，这道的火山来讲，伊可能规模无遐大啦，
所以可能影响会较细一点嘛啦。是。教授，咱敢会当安尼理解，就是这个岩浆是不管是伊拢想要清出来，啊，伊拄着有气孔的所在都会喷出来。是，就是讲伊岩浆伊较轻嘛，啊，所以伊话地壳啊，讲有一寡破的所在，伊就想要走出来就是啊。所以一般来讲，火山拢伫即个两个板块吼，你烧蒸烧刻，也是你拆开的所在，伊就加拢火山啦。所以环太平洋是。啊，也是讲即个地中海遮吼，地中海遮嘛是足侪火山，意大利足侪火山啊，吼，这拢是遮地壳吼较无稳定的所在啦，啊较破的所在，所以这种所在有足侪地动，啊足侪火山。是，副总编辑，啊，即道这个爆发对咱地球的地质的认识，敢有啥物款的意义？为即个爆发啊，阮当看到足侪观测的，像。拄则讲迄冲击波，全球拢会当看到，所以说明讲，这火山的爆发，嘛是会对全球拢有影响到啦。然后过来就是拄则讲的海涌，若是像迄海底火山，若是爆发的时阵，那嘛有可能有一撮海底的山崩，啊山崩会互海水有足悬个变化，就亲像就会产生的。海涌就海啸，啊，即届阮就看到像日本啊，就海啸诶影响，差不多敢若是1公尺半，海啸甲日本，啊，拄则影片内底嘛有看到，迄纽西兰啊，遐嘛有这影响，啊，即款的海场的情形呢，甲过去咱知影，像311日本迄大地震，迄款的海场。搁较无共款，因为迄款伫咧拄则有陈教授讲，迄伫咧板块甲板块边啊，嘛是会发生地动，啊地动发生了后呢，阮会当为地动的地震波迄资料呢，会当知影讲海场的情形是安怎，就会当互进步互大家。但是呢，伫火山的情形搁较无共款，因为咱毋知影讲火山伊海底山崩的情形是安怎，实际上呢，阮就爱为刷落来海水有悬低变化，阮才知影讲会有海中的情形会咧发生。是。所以呢，为即届火山的爆发呢，阮就会知影讲，其实有一丝啊天然灾害是足歹预测的。敢会使咧理解，就是讲，这个天灾对咱拢是足特殊的事件，因为人会死去啊，咱的家园会破坏去。对。不过，这款的状况对地球来讲，敢是地球的日常呢？应该是日常，因为地球46亿年历史呢，拄则讲的差不多30亿年迄个时阵呢。地球开始有板块运动，是，有板块运动就有迄地动啊、火山会出现。那为什么地球有遐济动物啊，还有阮人啊，就是很多生命，伊个原因呢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嘛是地球是活的，拄则陈教授嘛讲，地球是活的，伊有足侪能量喺咧运动，是，才有法度孕育我们这些生命，是，安尼，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大声来看东加因即摆火山爆发的灾情是安怎？澳洲的 P8A 侦察机甲纽西兰的 P34巡逻机咧飞去东加的空隙，因要来观察甲翕相，来评估灾区算长的情形，特别是通讯完全断去的离岛。We are, of course, in contact through our High Commissioner in Nuku'alofa, but communications are very restricted. We are seeking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outside Nuku'alofa itself. 路透社等的外国媒体引用澳洲官方的讲法讲，根据初步的了解，这个火山爆发引起的地震甲海啸，并无伫咧东加的当地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有一个英国的附近人失踪，除了灾情的评估。附近的国家所落来都是准备要到救灾，也有支援相关的物资。We are, of course, preparing for the C-130 to also depart today in order to make drops of provisions to Tonga, regardless of what the airport situation is looking like.
不过，除了解决物资的需求，东家政府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就是为外国来遮的人员甲物资，新冠病毒可能嘛会对咧入来。东家到目前为止还是零确诊的状态，所以可能的做法，就是入境的物资爱先做隔离，也若遮的外国人员是依期袂当落飞行机的禁令。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观众朋友，咱来看，即摆的爆发对东家造成的疫情有遮，就是海水甲空气受到污染，另外侪所在去互海水引起，因的通信嘛断去。不过，咱来看，即摆的爆发，甲1000粒原子弹是共款哦，伊造成地数的状况这是火山爆发进程的卫星图，咱看到遮有岛屿，不过爆发了后，岛屿煞无去沉落海里。咱请教陈教授，这个威力和这个岛屿规个无去是安怎款的这个变化？伊这个岛屿伊毋是沉去啦吼，是因为伊爆炸时阵吼，那这个岛屿这个火山口吼炸出去，炸无去啊。哦。伊炸掉。爆炸掉去啊！是，伊毋是沉落，伊是炸掉去啊。是，啊，伊这个火山口嘛是10几年前慢慢是起来的嘛，所以伊这个岛屿其实无大人啊，伊是真，因为伊是火山一直在伫咧喷发嘛，所以无啥有可能大人啊。啊，但即道的反伊是来炸掉去哦。这是一般的即种咱讲火山吼，火山其实有2种啊，吼。一种是像这种伊会爆炸，一种袂爆炸，像讲咱去迄个夏威夷夏威夷去游览你迄导游会带你看火山口迄内面岩浆那咧滚水伫遐噗噗噗噗，夏威夷的这种火山是袂爆炸。那为什么是安怎看2种火山无共上重要就是伊这岩浆内面伊所含的气体迄亚素气侪也少啦。一般来讲，像东家、台湾、台湾这种拢板块隐没的板块咧隐没这种伊挤压隐没这种火山伊的内面岩浆内面含的伊的气体会较侪。是因为氧气的关系。氧气但是因为伊佮带水入来，带一寡。地壳的物件入来，所以伊的气体会较侪，所以这种火山会爆炸。所以你看菲律宾啊、日本啊，咱台湾这种火山拢会爆炸。是，东家嘛相共。另外这种是地壳是拆开的，拆开了伊深部的伫100几公里、200-300公里的岩浆甚至1000几公里岩浆造出来。这种岩浆这种环境的火山伊袂爆炸。是，伊无啥气体较少，是，所以内部的压力袂遐大，这样。所以这道的东家王国的这道的这火山，因为是隐没型的火山啊，是，所以伊的内面的气体量足侪，是，所以伊伫遐酝酿真久啊啦，所以压力大嘛，因为伊的气体大，所以用爆炸方式，伊会炸掉去。这种火山来讲。规模较大能量较大，迄差不多加千以后一遍啦，加千以后一遍。这种当然这道来讲，伊阁无够大啦，这道的火山伊的威力无够大。咱人类记录内面上大的是1815年，1815年，1815伫印尼，迄个即摆佫有一个岛叫坦波拉火山迄道的爆发上，就是咱有史以来记录上严重的一个，伊参与相共，嘛是隐没型的这种火山，伊若规个岛嘛炸掉去，规个炸掉去，差不多死2-3万人，迄道，迄道威力比这道大足济，伊的1815年嘛那伊的火山，伊这火山灰拢走入去这平流层内面去。所以第2年呢，1816年呢，欧洲讲一个没有夏天的一年呐。第2年规拢冬天无烧热的这个夏天呐。是。因为头讲阳光伊无入来，所以第2年伊就较冷就是啊。迄道是1815年是全世界来讲，咱有史以来记录内面上大的爆发。
佮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吼，咱虽然讲迄个欧洲一个传说啦吼，希腊的发明，迄个亚特兰提斯哦，沉落海迄个代志。即摆尾仔科学家研究发现讲，伊其实伫爱琴海吼，嘛是讲一个火山爆炸，海底一个火山大爆炸，啊，规个伊沉，迄个城、迄个都市、迄个城市，规个沉到海底去。是，类似这种相情情形。所以，种海中来讲，伊嘛引发真大海中嘛，因为威力太大啊。是。所以，这种海中参海底地动无啥共啊。哦。海底地动伊是地壳吼。忽然间移动嘛，是，所以海水扰动影响去，所以一般来讲，这两种的形式也无啥共。啊，咱虽然看到是海底地动，啊，像讲2004年的这个印尼这个大地动，啊，看什么日本的大地动，这种属于种海底板块挤压的地动形成的。是。啊，这种火山会较少一点，火山爆发这种这。无较少种看到就是。是。安尼看起来，咱的这个地动吼，甲火山爆发，拢是地球地层的这个算讲伊的沙位也是烧融来做来致死的吼。不过即马有一个讲法是英国遐个讲法，讲即马全球的温度咧暖化，啊，这个暖化的现象。致使咱的地球会较接发生地动甲火山的爆发，这款讲法学界的认识是安怎的？副总编辑。像这款讲法，我知影大概就是因为吼，拄则嘛有讲过，迄火山咧爆发会影响到天气嘛，就是隔年的天气的降较低啊。当然嘛是有人会想讲，既然火山会影响天气，那天气敢会影响火山嘛？啊，我想即款的讲法是安尼出来，但是呢，要找到证据来支持即个讲法，其实是真无简单的。所以呢，我先讲目前啊，只会当做参考啦。反正是安尼想。啊，拄则有讲到1815年迄爆发啊，嘛是有一件趣味的代志。啊，就是咱即马吼有看这个流行文化有迄吸血鬼哦，就是恐怖那个钟楼怪人哦，就是迄阵啊呢，迄有一群吼小说家，伊本来是要去佚佗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变化，以后就袂当去佚佗，啊，因就大家咧比赛咧写迄恐怖的代志，啊，就写出迄吸血鬼甲钟楼怪人，这个故事是安尼出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哦，是因为掉伫厝内煞去写册。嘿。哦，安尼甲咱即马全球疫情小看小想。嘿啊，对啊。是啊，陈教授，你安怎看即款即个天气的变化对咱地球影响的讲法？哇，即种讲法是一个想法啦。是。吼，一个想法啦。较早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吼，咱即个冰河时期，咱慢慢。一两万年、两万几年前，咱冰河时期嘛，所以种这纬度较悬的所在，南极啊、北极这种所在吼，伊的冰足够嘛，是两三公里高的冰吼，那慢慢啊烧热去了，这个冰就溶掉去嘛，冰溶掉去了，地壳伊就开始浮起来嘛，伊会解压去就是啦，所以会引发这种地动就是啦。啊，这是有人安尼讲啦，吼，所以但是即摆伊即摆是倒头讲，咱即摆气候暖化哈，较烧热，海水会变较济，因为冰融去啊嘛，海水变较济，变做是地壳会受到这个水的压力会较重就是啊，所以反而会有来引起地动，但这是一个想法啦，目前吼无直接的证据讲吼，这种现象会造成地动啦。是，我想这是有一派人的想法啦。但是我是无正式的文章就是啦。哦，我个人的观念是，我认为是，即便若有吼，影响无大啦。是，影响无大啦。就是迄个地上的压力无大到讲会影响到这款。所以这个压力吼来讲，这个动量吼。
你因为咱跟咱讲嘛，咱即摆阮有算过嘛，就全世界互你气候烧热起来、暖化起来吼，全世界冰拢扬掉去吼，全世界冰扬掉，咱即摆海水面较加80公尺啦。哦，所以你加80公尺，这个水压来讲吼，其实无讲偌大啦，袂讲造成一个很加大的地动，还是安那引发啥物大地动。我想这种想法来讲，是一个可以参考啦。是。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东家是这个所在，伊发生着火山爆发，这个爆发了后，引起着海中，咱看到日本受到影响，伊疏开22万人，另外纽西兰甲澳洲嘛受到影响。伫北美洲、美国、南美洲拢发布这个海中的警报。这个太平洋是遮尔大，陈教授，这个影响敢有遮激烈？咱这个海啸的这个中心吼，太平洋海中的这个中心吼，伫夏威夷啦。哦，是。所以你啊，太平洋周边吼，也有一寡地动吼，较大地动。规模7.5以上，种这种有可能有一个海中啦吼。是。所以这是在大概1950几年、60几年的反吼，伫夏威夷遐成立一个反，所以伊发布，吼，甚至到伊这有这受这地动7.5，伊就发布啊，伊通知吼周边的这太平洋周边的国家，台湾一定有来台湾讲就是，所以这周边的国家，伊就发布一寡在海中的这个警讯就是啦。是。吼。那日本当然是较紧张啊，因为东家这个所位置吼，伊要海中起来，伊是日本伊是直接会到日本。你看这个岛来讲吼，直接到日本，中无啥物岛。是。所以这海中伊的能量无啥会消耗掉。是。咱台湾是边啊，你看咱台湾的位置。咱台湾是较边啊，所以海中的来吼，伊中会经过真侪岛屿，吼，所以这海中的这个伊的能量会消耗掉去。所以你看，伫咱台湾只好20-30公分，到日本就1公尺外，到美国加州才嘛1公尺外，南美洲才有到2公尺，拢差1公尺外到2公尺之间啦。所以当然这嘛伊爱发布这个海中的这个警讯啦。是。因为这当然伫海边，像咱台湾遮真侪有的人咧拢伫钓鱼啊，你加半公尺、加1公尺就足危险嘛。是。忽然间就咱有一点仔想讲，咱讲小狗影啦。咱有影讲小狗影吼，有当嘛是因为海底地动造成的，还是海底山崩。有当忽然间来就大影，吼，这嘛这有可能是海底火山啊、海底地动造成的这种小狗影啊。是。所以这当然是周边的这国家拢会发布这个海中的这个警讯就是啦。是。因为日本过去海中死的人太侪，3亿死2万几个人，对不对？100年前1895年嘛一个地动嘛，伊嘛死2万几个人。是。所以这日本人当然就紧张啊。是。副总编辑，陈教授讲到这个海中可能会死足侪人，不过咱看到即摆东家的这个代志吼，到真是死一个人是一个英国的志工吼，这个争差哪会遮大？因为这个海中的状况吼，拄则有讲过，因为若是地动的大地动，迄个像2004年还是3.11地震，迄地动的。海中呢是较悬的，可能是10公尺啊，搁较悬，所以这款的海中的情形呢，通常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是。但是像这届迄是一个火山爆炸，还是海底山崩起的，这点可能的规模就较细一撮，伊的影响嘛小可较细，但是呢，拄则嘛有讲到，像50公分。咧海中咧可能就有一丝危险。因为海中诶，迄甲海浪无啥共款，伊诶水来就甲就是安怎讲，就是一来呢就足侪水诶。我进前啊，就伫咧日本啊，有体验一个设施，就是你
海中来的时阵，差不多30公分的海中，啊，你要试为车内底开门要出去，你是塞袂开，就歹塞开的。是。迄海中的威力是较强的。是，所以几十公分的海中，甲公尺外海中是真差足侪。嘿，啊，而且你若是伫海边啊，伫海边啊咧耍啊，咧钓鱼咧耍啊，是。差不多8公尺来吼，你就相当的危险啦。哦，是。啊，像即届咧，可能是较无法悬啊，佮有进步的关系，所以大家有小可较注意，就会避免灾害。哦，那讲到海中，咱台湾敢捌有过海中咧，陈教授？咱台湾有过去历史，咱台湾400年的文字记录历史啦。是。有几若遍啦吼。啊，记录上清楚的是最近一遍吼，1867年啦。清国的时阵。清国迄阵吼，伫金山到基隆港这边遮，吼有一个海中就是吼，伊个真清楚。啊，但是伊个即个海中是因为地动呢，还是火山爆发呢，还是讲海底大山崩吼，唔知影。是。因为即个记录来讲，当初记录吼，真简单就是啦。是。吼。那嘛是伊海中就死加100人啊，还有伊记录内面有10几笑啦，哦海中有10几笑这样吼，像讲伊真清楚记录讲基隆港吼，即海中吼，伊即海中本来有一种无啥共的，有当是海水先退，哦，海水先扭掉伊，啊海中啊起来，海水啊起来，啊有一种是海水先起来，是，吼，这当然可能参与伊即个海水吼，伊火山爆发，还是讲山崩吼，即种水的这种作用吼有关系啦。是。啊，但是这是记录真清楚的。是。吼，1867年，啊，18世纪17迄阵东港吼，屏东的东港嘛有记录讲有海中啦。啊，但是记录的即个无讲真清楚啦。哦。啊，嘿。哦。啊，因为咱周边吼，海中就是讲因为咱台湾来讲吼，南边有一个马尼拉即个隐没带嘛，是，吼啊，咱北边遮就是花莲外海，这是琉球，吼琉球隐没带嘛，所以这两个拢有附近拢有真大的地，拢有可能产生规模吼地动规模7.5以上到8个种地动的是啦。哦，所以这种所在来讲，伊就真侪有可能。因为地动、海底大地动，哦，引发这种海中的这种机会就是啦。是。哦，啊，所以这咱的海中历史记录是有啦。嗯。哦，啊，不过咱看到最近一摆已经100多年前啊吼，啊，咱常常听到这个地质学家甲咱警告讲，哦，这个地动的这个周期可能是100年啊，常常听到讲最近可能爱防范讲有地动会来发生，这款的讲法敢对？我讲吼，这种咱的即个地动也是火山爆发有周期啦吼。但是这种物件来讲，一般地质学家吼，阮像讲除了用地质的资料去了解以外吼，嘛是上重要是用历史记录啦。哦。吼，像讲日本伊对伊的火山，也是讲对伊的海中记录最清楚。日本伊记录最清楚，伊超有1000年的记录。是。咱台湾还有400年，所以咱的记录来讲会较少就是啦。是。啊，所以这个爱科幻。啊，所以头讲的这个代志，嘛是有一寡地质学家会提出讲哦，这种大地动100周年、100年的这种周期要到啊。这话是一种讲法啦，但是我即摆咧讲，因为咱目前无有较好的科学的记录啦。咱较大地动吼，1920年吼。伫花莲外海有一个规模7.8，可能到7.8地动的是啦。哦。哦，啊，这种遮大地动，伊嘛有可能引起海中啊。是。哦。那但是伊敢是100年的周期，咱嘛唔知。哦。哦，咱无迄个历史的记录。哦。因为你也要有一个周期，就是爱两边的大地动，啊，中这时间就是一个周期嘛。咱简单讲是安尼。是。但是咱无两遍，咱一遍尔啦。哦。啊，但是。咱的东部的花莲东部外海遐，的确有可能引起这种
规模可能到8个地动就是啦。是。哦，因为这地质吼较无共吼，伊是一个隐没在啦吼，就是菲律宾这个板块呢，往北吼，差不多花莲的这个所在吼，伊就插入北边去。啊，这板块会走来咱台北下骹去。哦。这板块伫咱台北下骹吼，差不多100公里深到200公里深。啊，就是伫遐伫游去就对。伫遐游去，哦，安尼，啊，所以龟山岛就是安尼来，龟山岛是差80几公里，所以伊沿江伊板块游掉起来，这个岛变成一个火山岛就是啦。是。哦，啊，所以这种所在来讲，伊就有大地动，啊，有一寡火山，哦，所以龟山岛是真明显一个，因为板块这种隐没吼，形成的一个火山就是。但是大屯山吼，草山遮就唔是啊。哦。草山这边遮大屯山遮吼，伊是因为板块吼拆开是火山，较无共。所以咱北边遮火山吼，大屯山和龟山岛因两个，地质学家认为伊的形成的原因无啥共。是。龟山岛是板块隐没。是。吼，啊，大屯山唔是，伊是。咱地壳拆开，哦，啊形成的火山，啊，这两个这火山来讲，过去咱来讲用地质的资料来看吼，伊无讲加大规模的爆发，哦，大屯山来讲，伊主要是岩浆吼，你流出来，是，啊，龟山岛是喷发无唔对，啊，但是最近一遍吼，阮也资料来讲7,000年前，是7,000年前，是，爆发，啊，但是爆发规模无大啦。谁讲伊的爆发的规模无大呢？你若像讲即条东家这种这，你话伊火山灰吼，会分布全世界呢。哦，对不对？对。所以伊周围几600公里内面拢有火山灰降落来嘛。是。但是你讲龟山岛吼，有遮大的爆发来讲，奇怪，阮伫宜兰吼，阮拍这也是伫台北吼，在台北盆地拍这吼，拍40-50口这吼。也毋捌看过火山灰啊啦。哦，所以你会知影伊的火山的爆炸的迄种规模无大啦。是。啊，伊主要伊的岩浆的性质无共啦。我上早有讲，伊的性质无啥共。是。吼，有的火山伊的大爆发吼，伊来因为伊的气体会济嘛，所以压力会大。啊，你若搁塌掉的了吼，伊就用炸呀。啊，咱。大屯山吼，大屯山、草山这种火山吼，伊是岩浆流出来，伊这种消化这种岩浆伊流出来，啊，小可爆发。这款是加速器较少。较少，啊，伊会小可爆发，伊会爆发啊，但小可。是。啊，所以是安怎？咱台北的这个内面，阮拍20-30口井吼，拍了700米、200米、300米。也毋捌看过火山灰啊啦，是，毋捌看过火山弹。哦，所以你讲啊，大屯山这过去吼100万年以来的爆发吼，伊是真温和的啦。是，伊毋是像即条东家即种这吼，大爆发这种这毋是。哦，所以较无共的是啊。是，啊，观众朋友，咱来看，这个龟山岛吼边仔有海底有火山，过去7000年。至少4摆有喷发，啊，教授讲这规模无足大，替观众朋友问者，这款是好还是歹？需要烦恼无？会一届来一摆大的无？咱即摆记录讲7000年安尼啦，吼，这就是讲，吼，咱无靠较早以前的记录就是啊，所以咱嘛无了解啦，吼。但是讲就我头讲就是讲，即咱周围的这地质的调查来讲吼，无看到这种火山灰吼分布真宽无啦，所以咱人讲伊过去的历史内面吼，可能几万年来、几千年来吼，可能伊的爆发的形式上吼是袂讲大爆发啦。哦。所以我想这点咱会较安心啦。是。吼。日本你看日本这种这吼，伊有的爆发是日本4岛拢有火山灰哦。哦。拢有同一边的。爆发的火山灰，所以这种大爆发啦。头仔讲的，像讲咱南边1991年吼，菲律宾的迄个平南突破，迄火山灰嘛是全世界去啊，喷啊全世界去啊。是。
所以这种规模就大啦。是。哦，啊，咱台湾这种这是应该是伊个爆发的形式上，伊是较温和啦。因为咱的这火山爆发的伊的种类吼，阮有分4、5种嘛。啊，咱这种这是属于较温和的啦。哦。嘿，毋是这种迄猛爆型的啦。是。所以讲你咱平安突破这种这，也是讲咱上有名的就是意大利的这庞贝城这种这吼，威苏威火山吼，伊迄是猛爆型的，伊炸起啊，即道你看相共，意思相共，伊一个性状引早已出来，那一个原子弹咧爆发相共。是。啊，伊这个火山灰也冲入去这15公里、10几公里的平流层内面入去。哦。这个火山灰伊就有的就较油的火山灰就降袂落来，降袂落来伊调离顶悬吼，伊就影响咱的气候、咱的天气就是啦。是。哎呀，所以咱台湾本身这孤山岛这免烦恼啦。哦。观众朋友教授讲，咱台湾的火山在喷发的惯势是较温和，不过咱来请教副总编辑。那安尼讲，咱台湾面对地动的挑战是啥？什么款的地动较容易发生？其实台湾遮吼地动就济嘛，那阮有看拄则有讲到，就是以末代还有足大的地动吼，若是发生了后呢，可能就会大的海涨的状况。但是呢，因为台湾的地形的关系，迄个海涨呢可能无像日本3.11地震遐较大，吼较细一撮，但是。真正吼，我咧想吼，其实台湾人对于海涨这情形吼是较不熟悉啊，嘿啊，较无知影，所以咧就爱伫遮来讲说，你若伫咧海边啊，你若知影讲什么时阵是正常的海水的涨落，就是潮汐啦，就是一天可能有2摆哦，中甲落啊，可能几点钟啊，几点钟伊会提起，啊，要搁起来，但是呢，你是有看到哦，几分钟啊，伊个海水拢退咗远去。哦，迄就是足危险的。哦。啊，至少爱知影讲即款情形，你就紧爱走啊，吼，走你的离开个海边啊，哦，才较安全。因为咱其实地质记录嘛是有限啦，所以咱无确定讲一定袂发生，但是上无嘛小可爱，互大家拢知影，互大家人知影通注意，吼，即款的情形。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讲，台湾的地动啊，其实足侪伫咧海内底吼，就花莲遐啊，像今年吼，就一寡的地动呢是迄手机迄个简讯是无受到迄进步的，所以呢，代表讲吼，迄伫咧海内底吼的地动是伫咧我们在陆地上是较歹知影有发生的，所以其实大家吼嘛是爱小可咧注意讲地震的迄防灾的基本的知识是最重要的，是安尼。教授，咱讲就爱提防讲地动来发生，也是这个海涨来发生。不过，因为迄是自然的现象，咱去提防到底会当做啥？咱地动吼，地动就是咱无得预测嘛，吼。是。海涨咱嘛无得预测吼。啊，你若地动来讲吼，我想你讲的唯一的办法吼，就厝起较用的是照规定来啦。咱台湾的这个起厝的安全的这个法吼，听说是全世界算上较好的啦。是。哦，咱的这安全系数0.33G 嘛，哦，啊，这种1/3的重力加速度这种款嘛，所以咱的建筑内面来讲，咱台湾算足好啦。哦。啊，所以就是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啦，一寡厝起较用的。哦。啊，你袂当去受用，因为你的计数悬啦。啊，但是目前咱这个设定的这 OK 啦。是。甲湘北市的这安全系数有一点仔较低啦。哦。较低，我较低意思是讲吼，咱台湾其他所在大部分拢是0.33G， 这安全系数啦吼。是。哦。啊，台北市湘北市是0.22G 啦，拢较低啦。哦，这爱改就是啦，因为咱湘北市人口密度就上悬嘛，人口这种密度啊，佮这个老旧的厝阁几十万栋嘛，这种足危险。啊，佮咱台北阁一点一个盆地，伊的盆地效应吼，这种对建筑物拢较不利啦。是。哦，所以对这种地动来讲，咱就是唯一就是讲建筑物啊，爱照规矩起就是啦。是。啊，这是上重要。啊，海涨来讲吼，安尼一般咱若伫海边吼。
看到海水有异样啦，吼，种忽然间退掉，也是看迄外海遐有一寡大鹰来啊。哦，像即道像2004年的这印尼这海这你看者，你有一寡影片你看咧，伊伫外海遐就海水就大鹰入来啊，啊，这种时阵你要紧走啊，走啥物所在？附近发对上悬，你走遐就是啊。哦，附近上悬的所在，往遐走就是啊啦。是，啊无，啊这因为这无法度，因为这海中有大有细嘛。是，哦，你看日本这道吼，伊这道的伊海中上悬到40米。哦，这就是这讲的所上悬度。上悬的，上悬40米几楼，10几楼。是，所以种这就是你就是尽量啊，伊因为海中伊海水伊外海入来吼，啊你讲吼，海中伊伫外海吼，伊的影是无悬的。哦，超1米，迄根本你无感觉就是啦。吼，但是伊即摆靠岸吼，因为你这海底变较浅嘛，伊水会塌起来嘛，其实伊变悬就是啦。哦，所以即种这就是讲。咱也像讲有一寡所在，咱的外海是较平的所在，较浅哦，这种海中会足大。哦，也是讲伊是一个港口，一个湾，海水拢只有遮入来嘛，伊会中开嘛。是。你也是一个真宽的平原区，伊海中的悬度伊就袂悬，所以参地形有真大的关系就是啦。是。所以你看日本山伊因吼，伊死亡伤亡上济吼，是伫北平这岩手县，因为伊遮拢做海湾嘛，所以伊这种海湾吼，所以头讲迄上下30-40米啊，啊你也仙台吼，迄个平原区吼，伊就无悬啦，伊还有10米。哦，你看伊影入来了，伊平原嘛，伊还一个盘内底啊，这水啊，你用杯仔底，白白遐水用杯仔内面水就足悬啊。是，所以无啥讲，所以参地形有遮大的关系就是啦。哦，啊，这拢是咱伫海边来讲，你若发现讲有地动，你紧走啦。哦，是。无一定有海中，但是你紧走啊。因为这有异样的时候，你也紧走是。哦。观众朋友，咱讲到这个地动的时阵吼，爱紧走。不过伫厝内，咱有捌听过讲，你着爱秘伫。真在的这个家具边啊，亲像米伫这个钢琴啊，也是桌啊边啊，若是墙倒落来，有一个黄金的这个三角形。副总编辑，这款的讲法敢对？这款的讲法，我想讲是一个迷思啦。因为这个消防专家，美国的消防专家讲出来，伊是看足侪人吼，伫咧这个环境三角迄个所在呢是准挖落来，所以伊讲安尼味较好。但是呢，实际上呢是。阮若摕阮921地震来讲，阮有差不多1/3的人要死去是因为头只有物件落落来跌着啊，若是或者是砸到拍着受伤甚至死亡所以呢，咱直接想要即个所在阮直接米个倒下骹，迄是上紧的上在方法若是伫厝内无一定有倒啊嘛。无一定有倒啊，恁人有条啊，条啊边啊是正常状况下是较坚固的，较稳的，会当去密。若是有啥，其实平常时就爱做啦，就是像迄柜子，还是家具较大的，是咧顶咧壁悬顶是上在上安全的。你若地动来的时阵，伊就会倒落来拍着你。地动发生的时阵，第一爱做的就是心鼻接讲。像阮头的猫仔嘛是心鼻才讲，所以阮人嘛是共款，就是心鼻。毋是心走。因为心走可能走无法，因为若是地动足大的，迄摇甲足大的，你走的时阵，你可能着伤啊，还是跋倒啊，安怎？安尼就可能地动过去厝也无安怎，但是你跋倒受伤啊。是。所以阮较无建议讲马上就走。是。会当小看一下，小眯一下，眯一下再看情形，再决定讲。后一步要安怎做？是较好的建议。是，安尼。陈教授，咱继续来问讲，你看吼，你手头有一寡资料，敢会使甲咱讲一下，就是未来台湾发生地动的趋势是安怎？咱台湾吼，咱台湾岛来讲，无讲足大啦吼。
啊，咱的这样度来讲吼，咱先看这样度吼，哦，伊有一寡点吼，彩色的点、红点、黄点，这吼拢是过去地动的位置啦。是。哦，所以你看大部分的这个地动来讲吼，东部这地动主要是东部啦吼。是。所以伊真侪拢是伫这咱的中央山脉这边遮吼，陆上吼，遮真侪地动是这区吼。啊，外海你看吼，外海迄边伊南边这边遮吼，嘛真侪地动，这区，哦，这区真侪地动，另外，啊，伊北边也足侪，但是伊即马南边这地吼，头你画这三个空啊，上南边这地吼，遐无地动，是，啊，遐拄啊是咱这个菲律宾海板块吼，插落的所在，哦，理论上遮个所在是伊这个所在吼，伊的挤压会足厉害，伊力量拢会积伫迄带遐。是。理论上迄边遐吼，要真侪地动，但是伊拢无啥物地动。是。迄区来讲吼，日本人的研究，全世界的研究吼，即地的所在就是讲吼，无地动的吼所在即下吼，伊只是一般是会发生超大地震的所在就是啊。咱日本吼311的地动吼，就是发生伫即区的这种所在就是。就是讲，遮个无地动的所在，颠倒上危险。因为伊锁掉伫遐啦，吼板块锁伫遐，所以伊累积即个能量足大伫内遐。哦。所以伊会后摆伊有可能有大地动伫遮。所以日本伊伫咱的东边遮吼，已经有做海底地动吼，伊有去测啊，有去研究吼。伊认为这个所在就是一个超大地震的发生的区域啦。啊嘛是海啸的潜势区域啦，是发生大海啸的潜势区域，就是伫这区内面啦。哦，啊，所以这咱啊嘛是要特别注意啦。哦，所以这种地动，咱台湾这种外海底的这种地动，虽然地动伊能量传到咱岛上吼，可能伊能量较低嘛，但是伊会引发这种大海啸，特别注意啦。是啊，咱当然咱台湾岛顶悬足侪活动断层啊，嘛足侪地动，这嘛拢爱注意啦。哎。是副总编辑拄则讲的，这个上可能发生超级大的地动的这个所在，对应着咱台湾即摆的区域吼，会影响到啥物所在？其实有专家去研究讲，迄个所在吼，若是发生地动啊海涨的时阵呢，台湾有啥物款的影响？啊，大部分的影响呢，拢是咧东部遮啦，嘿，啊东部遮较直接，啊。但是东部呢，这地形啊，较无法度互海涨接触悬的。是。所以其实，是海边啊，我是感觉讲海边啊，就要较注意着会使。啊，亲像讲个南洋平原，哦，遐是较平的所在，可能若是真正有海涨，可能会水会入来，哦，因为较平会当入来较远，所以就可能较爱注意。啊，像咱讲花莲遐嘛是花莲港。就花莲市遐嘛是小可比其他所在较低的所在，伊嘛有可能的海水会即刻入来一丝啊，所以即款的所在就要较注意一丝。是。啊，但是若是西部遐、西部遐吼，伊海涨要过来，爱绕过去，爱绕过台湾，可能就是较无法度啦。哦，是。陈教授，咱讲到即道东家的这个伤亡吼较少，是因为伊发生伫无人岛吼。不过伫台湾，咱逐所在拢住足侪人，若是发生地动也是海涨，咱应该安怎做，也是避免了后的这个灾害。避免灾害，地动来讲，好讲的，就是讲你厝一定爱起就好啦。啊，但是这毋是讲，因为你也知影吼，咱。地动的死亡吼，95%吼是由厝地死的。是。吼，所以你看，所以变作是厝是介重要嘛，吼。啊，所以这种方面来讲，因为咱像咱台湾来讲吼，台北咱湘北市来讲，咱民国65年迄阵的规定吼，民国65年吼，40几年前吼。迄阵的规定，咱的建筑物的规定，迄安全的系数是真低啊。哦。还有0.1G 啊。是。吼。啊，你看伊厝已经起好过40几年啊，30、40年啊，哦，甚至伊民国偌几年起的，
种厝拢老啊嘛，更骨啦，水源拢腐去啊嘛。啊，迄阵的建筑伊的规定的安全的系数真低嘛。是。所以种厝拢袂堪的一个规模，差不多两啊一个规模6点多的地震，伫咱台北市附近哦，迄厝拢袂堪的是。啊，即摆会当动偌大？即摆规定会当动偌大？咱即摆是0.33 G， 台北是0.22 G 嘛。是。动7级附近，规模7附近。哦。但是我即摆意思是讲吼，毋是动偌久，咱即摆厝是讲，你厝莫互你前倒，是，互你绊倒，你绊倒无要紧，咱人袂伤着。哦。哦，你用咱的墙拆开啦，厝起去，咱人袂安那样，但是唔好互你前倒。是。所以啊，0.33 G 将这规模7点多来，伊袂前倒。哦。但伊会绊倒，啊绊倒咱人命保住。